所有電腦裏邊，我諗每一個元件其實都係經歷緊一個即係價格上升嘅周期咯。係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呢樣嘢個毛利好高，但係個技術含量又唔係真係咁高咧。我覺得個增長係可能令到大家係超過大家嘅市場預期。我係非常之睇好嘅。我覺得嗰個嚟緊可能係2至3年啲單應該係都會 keep 住。呢個係一個即係全球嘅政策上面嘅改變咯。好，咁啊翻到嚟第2節啦，咁啊繼續有 Ivan 喺度嘅嚇，咁我哋上集就講多些少就即係啲 macro 多啲嘅嘢啦，即係究竟啲伊朗啊、港美股嘅嗰個投資邏輯係點樣啊咁啦。咁啊呢集我哋落翻深少少落去講下啲 sector 啦。咁啊其實即係當然我哋如果你話港股美股兩邊去分嘅話，咁啊始終都係有啲分別嘅，因為即係個資金量咁唔同，咁所以導致有時啲港股就會真係行得慢啲，或者行 range 啦。咁美股一爆就真係會爆得好犀利啦。咁你會唔會諗就係喂，譬如 AI 咁，我哋而家10幾年升啦，都算啲高位啦咁樣。咁呢個 AI 咁大嘅一個 topic， 有冇啲乜嘢細分嘅題目你係會比較關注嘅？其實你話即係嗱 AI， 我覺得而家即係下一步嘅話，大家都會慢慢係相信嗰個即係 AI 嘅應用應該係可以。即係 monetize 啦，係啦，因為即係之前大家可能即係齋睇住嗰個大模型嘅話咧，就會覺得話喂究竟即係點樣應用啦？但係我覺得 Anthropic 嘅出現嘅話，其實係令到大家覺得原來係真係有個 formula。因為佢首先佢做咗兩樣嘢咧，就係話即係佢係專門去針對企業先。因為企業其實就好實際嘅，你究竟你個 AI 嗰個service 係可唔可以幫到我慳到錢啦？如果你幫到我慳到錢嘅時候，我即刻寫 check 俾你啊！即係因為其實我最後用咗個服務可以幫到提高到生產力嘅話，其實我就願意去攞㗎啦嘛。咁其實你見到佢做好多嘢係真係即刻可能有人買單，你見到佢嗰個 subscribers 嘅數目啦，其實個增長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咁亦都因為佢嗰個模式就係要用好多 token 啊。咁佢做 AI 應用嘅時候嘅話，其實佢越嚟越用得多 token 嘅話咧，其實咧而家近期帶嚟咗一個市場上面嘅故事，就係話越做呢啲咁樣嘅即係嘅模型啊或者計算嘅話咧，其實大家係需要用更多 CPU 嘅即係點樣？你話即係 CPU 成個板塊嘅話，其實都突然間即係 Intel、AMD 啦，係啦，Intel 啊、AMD 咁樣。之前大家都係集中晒，都係即係 Nvidia 啦ASIC 啦，係啦 ASIC 啊。咁但係其實而家你會再開多飯，就係話即係 CPU 方面個 story 啦，因為即係原來要好多計算嘅，咁啊內存記憶體啊，即係全部。我記得舊年同你做節目嘅時候，就係你都講緊話，即係拆開部電腦去啦，逐件睇啊嘛，逐件去睇啦，究竟有啲咩嘢關事啦？咁啊而家即係所有電腦裏邊，我諗每一個元件其實都係經歷緊一個即係價格上升嘅周期咯，因為即係你試想像下就係話，當 Anthropic 佢做咗一個應用，咁呢個應用係幫到好多公司係賺多咗錢嘅話，大家就會有個需求，有個需求嘅話咧，咁大家就會即係繼續去建好多即係數據中心啊。咁其實你要建數據中心，其實就係需要一部電腦裏邊嘅所有嘅元件。咁呢啲元件其實佢個價格其實都係一路係有個上升。因為以前冇人要㗎嘛嗰啲嘢。係啦，以前冇人要，即係好低價，跟住冇人會諗住係需要擴充產能，跟住突然間就爆到咧咁。係啦，咁變咗即係你話呢一個即係產能嘅擴充期，可能都需要即係1到2年先至可以話即係慢慢可以回應到市場。仲要你到時睇下喎，如果你話即係嗰個人工智能係持續再耗更多嘅應用嘅話，其實個產能嘅增長未必可以應付到嗰個需求，即係呢個係即係一路我哋逐步去要去睇喎。咁所以你問我話即係而家嘅情況，我覺得連升固之然即係消耗咗嗰個短期嗰個動能係即係真係買好多錢啊嘛。咁買晒嘅時候，大家停喺度嘅話，可能個美股有少少有機會 underperform， 甚至你話會唔會有啲資金流翻去一啲落後嘅市場，譬如話可能真係亞洲地區嘅話係有可能嘅。咁但係長期嚟講，我就係講緊因為個應用我哋越嚟越有曙光，越嚟越見到究竟發生咩事嘅話，其實所有嘅硬體嘅價格都係一個即係長期向緊上嘅一個嘅趨勢咯。
你會點樣睇 RAM 咧？其實，因為咧，我而家每做一次節目咧，我諗咧你10條問題點都有1-2條關啲 RAM 事㗎啦，嚟嚟去去都嗰幾間嘅啫 ，SK、Samsung、MU， 跟住就SDX 即係 Seagate 啦，跟住 Western Digital 同埋就係 SanDisk 係呢6隻㗎啦。咁啊嚟嚟去去都係問呢6隻。咁我自己就一路都會覺得其實你本身係週期股咧，你就一世都係週期股嚟嘅，因為本身咧就做呢咁所謂 DRAM 或者 NAND Flash 嘅技術含量其實好低嘅嚇。咁所以咧就因為以前嗰啲機啦，我哋叫即係晶片設備，你要攞機落嚟嗰個難度唔係咁大啦，咁所以就其實你要一路咁 expand 嗰啲產能，其實可以好快嘅，即係1-2年就已經話可能1倍產能出嚟。咁但係因為就呢個 HBM 嘅即係 High Bandwidth Memory 嘅出現，咁就令到我要將啲 DRAM 搭埋一齊，我先至可以做到嗰件事啦咁樣。咁所以就令到就係普通 DRAM 嗰個產能係嚴重短缺，係缺到你直頭而家喺條街度買一張 DDR7 都可能係要幾千蚊啦嚇。咁呢我而件事家最近咧做直播咧，成日就即係儲存咗好多短片咧，跟住我都諗緊不如買翻要加，跟住就好貴，但係已經好貴啦，發覺追到好貴啊！其實我已經即係見到加嘅時候嘅話，其實我已經即刻掃咗，我嗰陣都話應該掃翻2部電腦咧，其實都掃咗啲嘅。我都好彩舊年砌咗嘅，如果唔係真係大。咁但係都發覺其實都好似唔係好夠嘅。咁但係其實呢個 cycle 一完嘅時候，啲 RAM 可以爆得好緊要喎，其實係有機會㗎，的確係，即係我覺得而家你話呢個 cycle 就係我同意你嘅睇法，就係話其實你做 DRAM 嗰個技術含量唔係真係咁高嘅。即係你話佢係咪即係呢個唔同？你話即係可能譬如話 Nvidia 佢做 GPU 嘅話，其實佢自己有自己嗰個生態圈，有好多即係 coding 啊嗰樣嘢係佢自己獨有嘅。咁就算你話即係可能做 CPU 嘅話，其實都係涉及到話即係嗰啲良率即係究竟即係你如果你話即係個個做 CPU 得嘅話，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就唔會話 AMD 同埋 Intel 係有分別啦，係嘛？佢 AMD 嗰陣係即係俾人打啲㗎嘛，通常就話即係 AMD 就有 discount 㗎嘛，係啦，咁就唔係話咁容易話即係總之話做就做嘅。咁你其實我覺得即係倒翻轉頭 RAM 嘅話，其實嗱呢個係我即係自細嘅認知啦嚇，即係 RAM 嘅話其實咩牌子嘅話，其實插落去最多就話邊個可能係快啲死啊，差別不大啦。係啦，即係差別唔會話真係非常之大咯。咁當然我覺得你話即係因為而家佢哋好賺錢啦，即係做 RAM 嘅公司嘅，其實佢哋都諗緊話點樣去加大自己嘅護城河嘅。咁所以你話技術上面嚟講，你見到頭先你講話即係 HBM 啊，仲有啲疊加或者即係你見到Hynix 啊，佢哋話即係開始去同，但可唔可以即係令到個技術係即係拍埋呢個即係 Nvidia 去做好多嘢啊！即係佢哋係朝向嗰方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呢樣嘢個毛利好高，但係個技術含量又唔係真係咁高咧。其實呢啲廠佢係咁狂加大個產能咧，你之後會唔會話突然間個產能高即係開始出嚟啦？去到即係講緊而家應該講緊話最快可能係2027年年中嘅時候會開始逐步見到個產能啦。咁就會慢慢嗰個價可能係真係會跌咯。呢個係一個我諗成件事係如果你問我，我會比較睇好人工智能嘅應用，可能即係譬如話即係 CPU 啊，或者甚至你話 GPU 啊方面嗰個 check。但係你話即係內存記憶體嘅話，其實我係覺得佢點解會升得咁多係因為佢本身係一個週期行業，啲 PE 好低嘅。咁而家大家睇落去就係話即係啲錢會覺得哇，仲係5倍 PE嘅時候係覺得好抵。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會比較忽視係。5倍 P 嘅原因係因為當佢個產能好大，但係2年之後如果個價跌嘅時候嘅話，佢哋可以突然間個 turnaround 係可以輸好多。呢個係即係點解個市場一路個 valuation 唔肯去到即係50倍 PE 同其他唔同嘅一個最主要嘅關鍵咯。唔係咁，但係呢啲即係週期股，我哋成日講嗱呢個講笑啦，唔係直接計啦，就係負數 PE 嗰種見底，10倍 PE 見頂㗎嘛。係啊，即係我哋經常講呢啲嘢。咁如果你用翻即係呢2年嗰啲盈利嘅基數去計嘅話，可能你頭先講嗰堆咁樣嘅 RAM 股咧，我哋而家承諾可能得5-6倍 PE 都唔出奇嘅，係啊，咁睇落就真係好似好低嘅，咁但係即係要知道就係呢堆咁樣嘅週期股嗰個 margin 嘅變動係可以低潮期30%，但係而家咁嘅高潮嘅時候可能係70%嘅。即係我舉一個例子咧，其實我就覺得同航運股都類似。航運股再癲啲啦，係啦，即係航運股嘅話，其實我即係人生中我賺得最多嘅一隻股份嘅話，其實倍數計啦嚇，即係港股啊，仲要係其實係隻海豐國際嘅，我都有講過。1308係我係5蚊揸到講緊係20幾30蚊揸。犀利。係咁其實點解
個情況就正如頭先就係週期股啦，即係你原本你嗰個運費係低。咁其實你就算運咁多貨嘅話，其實你個 margin 係有限。咁去到運費係好高嘅話，你同樣地係運咁多貨嘅話，你個盈利就非常之賺錢啦。咁但係你要知道就係佢可以係30幾蚊係跌翻落去10幾蚊嘅喎。原因就係即係當多咗好賺啊嘛，好賺嗰樣嘢多人做㗎啦。咁你話即係船其實個門檻就係佢整一架船可能都要1-2年先至落地嘅。咁但係落地之後，其實如果你當其時嗰個運貨個運需求係冇咁大，或者個運費跌咗嘅話，咁其實啲船公司就會輸錢㗎咯喎嚇，即係你只有一啲可能即係運營上邊係做得比較好嘅船公司，可能仲係維持到，咁但係佢個價都唔會翻去30-40蚊。咁啊，當然海豐國際我都話一間幾好嘅公司，即係佢相對嚟講好啲啦，因為佢有細船㗎嘛。係啦，相對同埋即係因為佢受惠翻可能近年嗰個即係東南亞市場嗰個嘅增長，即係東南亞佢好多航線都係東南亞市場啦。咁啊，即係自從即係中美貿易戰嘅時候，其實好多嘢轉咗去東南亞嘅，佢受惠翻呢方面咯。咁但係你見到當年可能即係航運股曾經炒過咩週期啊？2027、2028年啦，炒過有啲雖然2007、08年嘅時候炒過嗰陣係運資源啦，即係曾經跟住然之後17、18嘅時候亦都係炒過一段。咁啊差唔多，但係你炒完一段之後，其實可能係衰幾年嘅喎。跟住疫情啦，係啦，即係疫情，跟住然之後曾經啲航股又唔得，咁但係跟住之後又一啲質素比較好啲股份就會好啲咯。咁但係你話講翻即係頭拉遠少少咧，即係講翻記憶體嗰方面嘅話，即係 at the end 個故事就係嗰間公司嘅管理啦，嗰個技術嘅含量啦，呢個係長遠嚟講，其實佢嘅股價仲有冇水位咯。咁但係即係去到如果你話成個流傳記憶體嘅話，我覺得即係而家炒到去當初我自己睇法，可能去到今年嘅第二季嘅時候開始係要小心嘅。咁而家你話即係見到可能應用上面都仲係 push 得比較高啲嘅話，可以再睇埋可能譬如話第三季多一季咯。但係要記住，我覺得嗰個價格未必會係喺個產能真正出嚟嘅時候先見頂嘅。即係通常係大概可能係6-7個月之前，其實已經係個股價會見頂咯。呢個係即係炒還炒嘅時候，貨呢一個板塊，我覺得係要小心啲。我自己提兩句就係，因為我上次同你做節目嘅時候，我都係咁講就話，我唔想推啲 memory 嘅，因為太癲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就係啲 memory 公司一定要加產能，咁不如我直接做設備股。咁所以我當時即係點解要講 Lam Research 或者講 Applied Materials 係即係咁解。咁所以我寧願就隔一陣，我費事即係短兵相接咁啦。咁落多個問題就係，其實我知你應該幾中意啲電力設備係嘛？係啦，咁個邏輯其實都仍然係嗰樣嘅啫，就係其實 AI 而家嗰個用電量就好犀利嚇。咁你點樣睇呢個 market 之後，即係可能會再增長到去邊度？我覺得個增長係可能令到大家係超過大家嘅市場預期。個原因係咩咧？就係首先就係你應用嘅話係要用好多電啦。咁呢個係即係大家睇到個 trend 根本就係美國嗰個缺電嘅問題係非常之嚴重嘅，即係本身已經缺電啦，成日都係即係啲電網嗰啲比較舊啊，其實佢係需要換 upgrade 佢哋嘅電網啦。咁再加埋而家即係 AI 咁龐大嘅用電量嘅，其實佢哋又唔夠電。咁呢個即係放美國嗰個市場係咁樣。其次咧，其實咧你睇翻今次美伊方面嘅情況嘅話咧，日後我相信咧亞洲地區嘅國家啦，以及咧就係即係歐洲地區嘅國家咧，佢哋對於即係嗰個呢一個嘅潔淨能源方面嗰個嘅建設咧，其實我覺得係會大規模擴大，因為即係佢哋好難去即係純粹話即係繼續去淨係靠油啦，因為靠油嘅話，其實你係俾人哋即係喺政治上面其實係冇一個主導權啊嘛，即係你受制住中東方面嘅局勢啦，或者你話而家美國話我好多油啊，你過嚟買啦，咁其實你都要睇美國頭喎，即係如果美國咁你即係俾美國鏈住係啦，即係咁所以變咗亞洲地區嘅國家或者即係歐洲咧，特別歐洲你見到即係英國而家係好唔高興嘅，即係話佢覺得即係點解英國嘅納稅人要因為阿 Trump 做個決定嘅時候，然之後個標嗰個電費係啦，會係升咗咁多咧。咁呢個其實就會催生我諗之後佢哋嗰個社會嘅輿論啊，或者佢哋當地都會諗緊係咪長遠要有個比較大規模嘅潔淨能源嘅建設。因為今次大家會睇到中國可能反而唔係話真係咁差喎，因為即係中國有好多潔淨能源啦。咁如果你話油方面嘅話，佢哋又好似背靠即係係啦，即係有中國有背靠俄羅斯啦，同埋好多煤啦，係啦。咁就變咗你會覺得即係啲歐洲國家會其實成件事而家最
worse 咗，其實係歐盟喎即係因為佢哋又同俄羅斯打緊仗，又唔可以攞俄羅斯油，跟住然之後潔淨能源嘅話，佢哋起下又好似即係有啲猶豫啦，即係當年冇做到啦，咁變咗，我覺得歐洲方面個訂單其實應該係會幾多嘅，咁同埋即係亦都係即係講緊話東南亞地區啦，即係你見到即係菲律賓可能要向日本求救嘅，咁所以我覺得成個趨勢上邊其實電力設備股我係非常之睇好嘅，我覺得嗰個嚟緊可能係2至3年啲單應該係都會 keep 住，呢個係一個即係全球嘅政策上面嘅改變咯，再疊加埋即係人工智能嘅需求。咁啊呢個 sector 如果再細分嘅話，咁短期內就一定係嗰幾間公司咧，因為即係而家嗰個天然氣輪機嘅 demand 係好強。GV 啦，GEV 啦 ，Caterpillar 啦，Rolls-Royce 啦，跟住中國就嗰幾間1072、133嗰堆嘢啦咁呢堆公司就當然而家我哋短期睇就個業績會好犀利，跟住嗰2年。咁但係其實天然氣都未必係一個 ultimate goal 去即係改變呢一個咁嘅能源結構啦。咁大家跟住會可能諗就係即係中國已經起咗個咩雅魯藏布江嘅即係水電站啦，咁嘅準備啦。咁然後就本身又有水電站啊，搞緊核電啦咁樣。咁所以我哋 last 問埋呢個啦，核電。即係將來咧就好多咩 small module reactor 咧，有冇睇到嗰邊嗰啲股份？我覺得美國嘅市場可能按呢樣嘢個發展會大啲，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話中國嘅市場嘅話，可能會偏向即係潔淨能源嗰邊會比較嘅機會比較高。即係直接做水電好過啦。係啦，即係少少。喂，本身其實佢我諗亦都涉及到就話即係嗰個設備嘅成本嘅問題啦。即係中國嘅一啲可能水電或者風電方面嗰啲設備，其實個成本係比較低啲嘅。甚至你話即係光伏就，我諗全世界其實冇人平過中國㗎啦嚇。咁所以中國喺嗰個即係潔淨能源方面個成本嘅優勢，會令到佢哋係會比較集中係做呢一樣嘢咯。咁但係你話即係核電上邊，我覺得係美國方面嘅模式啦。咁因為即係美國會覺得如果我要係即係做第一就係Trump好唔中意風電啦。咁啊，你話即係太陽能嘅話，其實都有可能嘅。咁但係即係太陽能，如果你話要從中國大量去輸入一個太陽能，佢實唔制，可能政策上面都會有問題。咁你話歐洲反而就可能會比較接受係太陽能同埋風能咯。咁核電我覺得就要睇下即係歐洲方面嗰個環保人士嗰個睇法啦，因為即係我相信歐洲嗰個阻力應該會大過美國咯。好，咁就今日都講咗好多即係 AI 唔同嘅 sector 啦。咁我哋多謝 Ivan 接受我哋訪問，記住 comment、like、subscribe 我哋 Finance 930嘅 channel。我哋下次再見，拜拜。